如何選擇一個合適的啦啦隊教練語音版本2013？你會唔會俾一啲冇受過正式教學訓練嘅幾個鐘教練去教你啲仔女呢？有啲冇操守嘅教練，勉強要啲隊員去做佢哋做唔到嘅動作，因而增加佢哋失手嘅風險。你放心嗎？因為冇學過體能訓練同埋鍛煉，唔識得計算力學，先至會勉強佢哋去做，結果唔單止失手，信心盡失，仲有可能影響佢哋隊員之間嘅信任。你嘅啦啦隊仍然停留喺陸運會程度嗎？即係唔知道自己跳緊乜？用錢買個名就可以盜取人哋嘅名義，抄襲人哋嘅動作當係自己嘅創作嗎？請認明唯一獲得國際啦啦隊聯盟承認、啦啦隊發源地美國嘅國際啦啦隊組織 International Cheer Union, ICU。以免被用錢去製造出嚟，但別有用心嘅人蒙騙，而其目的當然唔係真正為香港好。